咗年頭，但係好奇妙，我有一位朋友，即係而家揀吉他呢位，佢依然邀請我返教會，仲要係我一直留意住嗰間，所以我就應承咗佢。但係諗下，星期日有好多嘢做喎，又要學琴，又要補習，又要畫畫咁樣，所以咧我就推咗第一個禮拜，然後又推第二個禮拜，然後終於到第三個禮拜我就返啦。但係諗下第一日我返教會，竟然返教會都要排隊喎，然後我就問下我嗰位朋友啦。原來教會水浸，要上人哋嘅屋企去有崇拜同埋主日學，所以我第一個禮拜就係去咗人哋嘅屋企進行呢個崇拜啦。然後返完呢個教會之後咧，我就改變咗好多啦。譬如午服夜晚咧，我都會有祈禱啦，同成日都發現有神陪我一齊身邊，有陣時咧，我會邀請我嘅朋友一齊返教會啦，同埋咧返咗教會之後咧，我個人變得開朗咗，同埋好大膽，因為平時主日學咧都要我哋講一啲分享啦，一定要我哋大膽先可以做得出嘅。希望各位